我们讲这一章，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来结这个法缘。法兰上人说，有5种决定，肯定往生的，绝对往生的，你不要担忧，你就安然自在。你了解这5个道理，绝对100%，非常有信心，绝对成就，不要再轮回生死苦海。那么你看，这5种决定肯定可以往生，哪5种呢？第一种，弥陀本愿决定啊，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承诺都不会改变的。弥陀的本愿就是把成就的名号，所有的功德都浓缩集中在名号里面，没有条件布施给相信的人，只要你愿意称念，阿弥陀佛一定救度你。这个本愿已经决定了。如果他欺骗众生，你念佛，结果没办法得到他的救度，那阿弥陀佛没有资格成佛。今天他已经成佛，那他所发的愿一定要兑现，这就阿弥陀本愿决定。第二，释迦所说决定了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特别强调这个年代一定要念佛？84000的法门，门门都是第一的，都是为了我们众生的需要。但是释迦佛陀以一种最高超、最圆满的智慧，观察到所有法界众生啊，在这种年代环境复杂、人心险恶，我们的心不单纯了，烦恼没办法斩断，要靠你自己的力量。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很困难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种种思量巧方便，选定弥陀弘誓门呢，他所有的考虑，怎么样能够让众生都有希望，所有的一切众生都能够有依靠，能够跳脱生死。最后他显得弥陀弘誓门，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这个最深最广的法门给我们一切众生，这是释迦佛所说已经决定了。第三，诸佛正成决定了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都同时来证明这是事实的。只要你肯念佛，阿弥陀佛救你的这一件事情是确定了。善导大师的教导，他的解释已经决定了。有时候我们没办法真正的去体会佛陀的本意，他讲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很深奥啊，一般人没办法去了解。但是善导大师是一个有德有恨、有修有证的高僧，他每一次念佛的时候都有一道光，光的里面有一尊佛，所以他不是普通人来的啊。经过他来教导我们，解释给我们听，这个是不容许怀疑的。怀疑就是在谤佛啊、谤法、谤僧，所以不可以怀疑。善导大师的解释已经决定了。第5个，5等信心决定了。我们是一个罪恶的凡夫众生，要靠自己的力量往生西方净土，你很难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心性不稳定，烦恼丛生，造业无量，跟人家结了恩怨了，是非难断了，内心永远不平静。但是我们听了以后，原来阿弥陀佛本愿决定了，释迦佛所说决定了，所有的佛都来证明了，不管我什么身份，过去曾经是一个善的人，或者是一个恶的人，心是干净的，或者是妄想重生的人，你只要念佛，佛不嫌弃你。不管男人、女人，出家在家，有钱没有钱的，你有能力，你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只要你肯念佛，佛一定一律平等救度。所以我们对佛有信心，绝对相信，我一念佛，阿弥陀佛就救我，我发愿我一定到极乐世界，我的心决定了。这是你自己哦，你问你自己有没有决定啊？好，5等就是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听了以后，我们有希望了，我们不会堕落在恶道啊，绝对到西方花开见佛。以后你到了西方一定成佛，我的信心决定了，满心的欢喜，满心的感恩。所以现在师父念佛叫做欢喜的念佛，信心的念佛，用感恩的念佛。我现在每天念佛都感恩，感恩佛你救我，我非常的欢喜，我有希望，我不会再继续受苦了。以此义故，因为这个道理的缘故，我决定往生了，我一定往生，我不会再继续受生受死6道轮回，在3界这么奔波流浪，我一定一刀两断。在我要舍报往生的时候，佛已经决定要救我了，我的心也愿意去了。莫论弥陀摄不摄，
意在专心回不回呀？但要回心结定向，临终弥陀自来引呐。你不要去讨论阿弥陀佛救不救，重点是你到底是不是诚心诚意的，你要不要去，自己要决定。只要回心结定向，你要去的心一旦决定了，那阿弥陀佛在临终一定来接引你的。今天我们将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缘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